自從3字頭之後呢，好容易就會胃氣脹，好似氣球咁，稍微食多咗啊，或者食得唔啱，頂得非常之唔舒服。減少食導致胃氣脹嘅食物呢係有用嘅，譬如番薯啊、烚蛋、豆製品等等。之前我都成日食杏嘟嘅胃藥或者係補嘟丸，但係都唔能夠長期食啩。好彩揾到呢個陳皮薑茶偏方，呢個好似廣告啊。材料淨係需要薑同陳皮，做法又簡單喎，懶人都可以輕鬆搞掂，真係幾有效果噶。飲完呢，有順啲通啲嘅感覺。題外話，陳皮薑茶除咗對消胃氣好，對一般風寒啊、寒咳等等呢都係好有用噶。陳皮要揀靚嘅，如果揀咗差嘅陳皮呢，不如唔好飲。年份夠又靚嘅陳皮，唔使浸，唔去囊都唔會苦噶，淨係需要沖洗乾淨就可以煮，搣開兩半或者成片用都得。薑呢唔好去皮喎，薑皮有平衡性質嘅作用。如果冇薑皮嘅話呢，呢杯茶就會有少少燥。一人份呢，用1板陳皮，2片薑片已經好夠。咁我哋就開始整，將洗乾淨嘅薑片、陳皮放入煲裏面，倒入一杯滿嘅室溫水，大概係350ml，開細火煮10分鐘，唔使煮太耐嘅。水滾之後，茶湯就會慢慢變成琥珀色。煲咗10分鐘，可以飲啦。倒出嚟聞到陣陣嘅薑味，當中帶少少陳皮嘅香。將薑片同陳皮咧都加埋杯裏面，水係好熱噶嘛，我哋一邊飲一邊再浸下佢，會更加出味。我真心覺得幾好飲噶，飲落非常之舒服。微微辣辣地，胃氣脹嘅時候整翻杯，即刻解膩消脹氣。飲茶嘅時候呢，我哋多啲聞下個香味，亦都有舒緩嘅效果。仲可以一邊按壓下手上面嘅內關穴同合谷穴添。內關穴呢可以寬心胸、和胃止嘔，改善胃脹嘔心嘅問題；而合谷穴呢係專門針對你嘅胃部，可以緩解胃痙攣、胃痛，放鬆我哋嘅胃部嘅。煮過嘅陳皮會變到好腍，食埋呢可以進一步理氣消胃氣。不過我覺得唔係幾好食嘅，都唔好勉強啦。其實飲茶嘅功效呢都已經好好。另外要提一提，腸胃呢係感受得到情緒嘅器官，所以盡量呢唔好成日好心急啊，好煩躁，放寬心，摸多啲貓都會有調理嘅作用㗎。萬一出門嘅時候淋到雨、吹到風，呢杯陳皮薑茶呢都可以幫助我哋驅寒。飲一杯打底，冇咁容易會真係病，更加適合本來就手腳冰冷啊、虛寒體寒嘅人。而熱底嘅人就唔可以飲咁多，偶爾一杯冇問題嘅，但你成日口乾舌燥、便秘、大便好硬嘅，飲得多就會驚熱氣。如果你都有胃氣嘅問題，不妨煲嚟飲下喎。唔中意薑味嘅話，陳皮配蘋果都有助消食養胃，做法一樣好簡單。將陳皮用清水浸10分鐘。用鹽搓洗蘋果嘅表面，沖洗乾淨之後再去心，切成細塊。陳皮變腍咗之後呢，睇個人喜好，可以刮咗啲白囊佢嘅。上等嘅陳皮呢係冇咩白囊㗎。將陳皮同蘋果放入煲裏面。倒1.5杯室溫水，凍水落鑊起計，用細火煲15分鐘。蘋果夠甜嘅話呢，唔加糖都好飲㗎。就完成啦！陳皮好香，加上淡淡嘅蘋果味，微微甘輕微甜，飲落好舒服。呢款陳皮蘋果水特別適合脾胃容易脹氣、濕氣重嘅人，潤喉、行氣、理脾，有助改善消化不良嘅問題。而且陳皮呢真係寶嚟㗎，配搭唔同嘅食材煲茶，仲有好多功效。譬如配搭綠豆就係好溫和咁清熱下火嘅急救茶飲。如果唔想飲綠豆水，亦都可以煲綠豆沙。只係因為加咗糖，下火嘅效果呢會冇綠豆水咁強，但係就好好食，根本就我最中意食嘅中式糖水之一。
用電飯煲去煲，唔需要開火睇火，將所有食材掉晒佢呢，撳個掣就搞掂。將陳皮、綠豆各用清水浸10分鐘，輕輕刮下陳皮嘅珐琅，剪或者切成陳皮絲，睇下鍾唔鍾意食到陳皮啦。唔鍾意呢就唔好切絲啦，方便你可以成塊夾出嚟。將浸綠豆嘅水倒咗佢，再用水沖洗多2次，之後將綠豆、陳皮絲放喺電飯煲裏面，再加2.5飯碗水，水量嘅話熱食係1:5，凍食可以1:6，近煲足件煲2個鐘，剩返30分鐘嘅時候加入適量嘅片糖，1/3片係微甜，1/2片就係甜，再冚返個蓋繼續煮。用電飯煲煮非常方便，唔使睇火又唔使怕滾瀉。綠豆煲到腍晒，出晒沙，加咗陳皮可以中和綠豆嘅寒涼，健脾和胃，更加溫和。成日捱夜、煙酒過多嘅人特別適合，可以下啲肝火，有助排走毒素㗎。好，咁今集到呢度啦，要記得訂閱懶人廚房，下集會分享更加多又易整又有效嘅食療。